出了意外之后，这个135万被他们拿走之后，也不给我了。我现在想去上学，就这个钱不给我，而且还想让我嫁给他们那个儿子，就我堂哥嘛。让你嫁给他们儿子，而且我堂哥脑子有点问题，就是脑子有点问题，就是有点智障。对，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所以就想来这个老师看能不能帮帮我。对，就是大概这样。我说他帮
你带不走啊，你带不走他。告诉你，他什么都没有走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钱，这是人家父母双方的财产啊，所有的相关的财产、政治都非常的齐全，包括你们之前的聊天记录，包括他给你的转账记录，包括你们承诺的、开的保管的记录都有。所以说，证据确凿啊。那么你们想当法盲，但是法盲肯定不是逃脱逃避法律制裁的借口。我可以给他钱，但是要跟我回家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钱就是人家的钱，人家父母的赔偿款。那么他们父母走了，这是属于遗产，人家作为儿女啊，人家去要这个钱，你们没有这个钱。他们没有父母，但是我家你闭嘴吧！你张嘴这话你就说啊！你生的呀？啊！你说什么不像话呀你？啊！我也不要跟你说啊！这个本来今天他过来找我啊，我本来也要找你们当面去跟你们聊啊，没想到你还跟着他啊找我来了还，你们好好的打死呀你们啊！不说了，行吧，你这个我不想跟你说，你说了啊，属于混蛋话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我今天我就问你们，这个钱到底还还是不还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有两个选择。第一，现在离开我的办公室啊。至于说你们的这个法律责任，我刚才跟你们说的这个刑法侵占他人财产的这个侵占罪成不成立？你们这个心里边也明镜似的。从他入主偷王到现在跟他这儿哄骗，那么把这135万转给你们，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？发展到现在，你们心里边一五一十的都非常清楚啊。该承担的法律责任，该承担的法律后果，你们一个个的都跑不了。第二，现在把钱退回来，他可以不追究你们法律责任啊，听明白吗？能不能听懂我的说话啊？不能再跟我废话，要不现在就离开我的办公室。说话。哎，谁跟你讲，跟我回家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先把钱还了，这是两码事儿。至于说他根本你们回不回家，这是他的人身自由。能听懂我的意思不？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，凭什么听你们的？你说不让上学就得不让上学，你说嫁给你儿子就嫁给你儿子啊？你说这个回家就跟你回家，他在你们这个家感受到过温暖吗？啊？如果说你们干点羞辱审慎的干的事儿，他至于说好事儿是交法的当中吗？啊？行了，我们也不想跟你废话，来，就把钱还了啊！135万。135万，来转过来。啊，当初给你转的，你这上面有记录，通知他转账。我能听我老公的，他也该听我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真是一家浑人啊！过多的我也不想跟你多说，给我记住了啊！那么你们的这个行为，无论是让他让你这个儿子啊去取你这个质量。不合法，还是说你们替他把头管的那个130万不给人家不归还，更是不合法，甚至有可能成为犯法啊！现在离开我的办公室。哎，孩子，你看看钱过去了没有？多少钱？过去了。我告诉你，大回转账没有这么快啊！来，把这手机拿来，金马的手机拿来啊！写什么图啊？你有转账，这上面也能看到的。哎，我会，出名儿。以后啊，不要再找这个孩子麻烦。我告诉你，你们没有任何的权利，听懂了吗？如果说你们要是再欺负他啊，我们这边该怎么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啊！都什么年代了，你们还有这种思想呢？啊！法治社会，
啊，你手机是不是被他们定位了呀？啊，你回去检查检查啊，要不然就换个手机。啊，行吧，这个钱，又到账了之后，看怎么着，你自个儿保管好。你身边是否也有这种欠钱不还的人？你身边是否也有这种侵害你财产权的人？如果有，可以把你的债务纠纷的问题与我们聊一聊。